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最近咧有個好火爆嘅 AI 軟件，唔知你有冇聽講過咧？冇錯，就係叫做 DeepSeek。不過我更加中意用白話叫佢的色。呢個軟件咧好犀利啊！即係無論咧你係問佢關於工作上邊嘅嘢啦、家庭上邊嘅嘢啦、感情，甚至買相識球，佢都可以俾到啲好有用嘅建議俾你。真的嗎？咁唔知佢喺商鋪投資方面咧，又可以俾到啲咩嘅建議咧？今日我同大家試一試佢。首先咧，我哋輸入2025年珠海香洲區嘅鋪頭可以投資嗎？哇，好快有答案喎！嗱，的色俾到嘅答案咧，亦都係比較全面嘅一個分析嚟嘅。結論就係2025年香洲區商鋪投資非遍地黃金，但係咧仍有執漏嘅機會。唔知你又點睇咧？不過咧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。如果你真係諗住投資鋪頭嘅話，你問的色係唔夠嘅。你喺的色嗰度了解到嘅，只係啲片面嘅數據。如果你係想有效嘅，咁就梗係實際行動啦。通過接觸呢個市場，了解現金商鋪嘅一個存量啦、價格啦、成交情況啦，我哋可以買到真正有價值嘅鋪頭。而呢一方面，我哋比的色更加在行。如果你真係想買鋪頭嘅，不妨問完的色之後嚟揾我哋啊，一定幫到你。